第三項議員議案，同志平權。有意就議案辯論發言嘅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嘅按鈕。我現在請何秀蘭議員發言同埋動議議案。何秀蘭議員。多謝代理主席。我動議又係未有咪啊，代理主席係咪？再試下。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嘅議案。今年係電腦之父 Alan Turing 100歲冥壽。佢生於1912年，係一個數學家。佢喺2次大戰前後已經係用一個演算法去做好精密嘅計算，其實係現代電腦科學嘅先行者，好多人都稱佢為電腦之父。喺2次世界大戰嘅時候，佢更加係致力解構咗納粹德軍嘅通訊密碼，係有利盟軍去規劃佢哋嘅攻防守衛。本來呢，佢呢啲行為呢係應該被視為國家英雄嘅，但係呢，喺1952年，佢嘅性傾向，佢嘅同性戀性傾向被揭發，因而就係被逼接納注射女性荷爾蒙嘅療程，一種好羞辱性嘅療程。到最後呢，係鬱鬱而終。咁點解佢被揭發呢？其實佢都係一個受害人，因為呢，佢嘅伴侶就聯同其他人入佢嘅住所嗰度去行劫。咁所以呢，警隊介入，因而揭發咗佢不同性傾向。佢每一次都係一個受害人，但係佢被逼接受呢種咁侮辱性嘅療程之後呢，喺1954年係中毒身亡。有一説呢話佢係自殺，食咗有山埃嘅毒蘋果，亦都有一説呢係拒絕承認佢係自殺，認為呢佢只係意外。因為如果承認佢係自殺嘅話呢，其實真係承認咗當時嘅社會對佢係非常之不公，有好大嘅壓力。直到2009年，英國當時嘅首相 Gordon Brown 先正代表政府向 Alan Turing 作出一個正式官方嘅道歉。一個數學嘅天才只有短短42年嘅生命，大家可以試想，如果佢能夠免於歧視、健康生活，我哋嘅電腦科學係可以更加早就發展成熟，更加早就可以有利去改善人類嘅生活。喺呢個悲劇裏邊，唔單止係一個人被埋沒，更加係一個天才被埋沒。唔單止係佢家庭嘅損失，更加係世界嘅損失。喺香港今日，雖然我哋已經將同性戀非刑事化，喺2009年亦都幾經爭拗，將不同性傾向嘅同居關係納入免受家庭暴力嘅保護範圍，但係好多欺凌排斥仍然存在。有一啲同志老師因為性傾向被揭發，冇咗份工；有同志亦都因為受唔住社會壓力，求助於藥物解壓。但係當佢哋向社工求助嘅時候呢，社工係拒絕俾輔導佢哋，只係叫佢哋改變自己嘅性傾向。呢個調查係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喺今年10月初發表嘅，亦都有中學生喺校園被欺凌，由小童群益會亦都做咗調查發表，呢啲欺凌係源於不同性傾向而發生嘅。其實好多呢啲調查都做咗，但係如果要揾案主出嚟面對公眾係非常之困難，因為佢哋都好怕現身之後惹來更加多嘅欺凌，更加多嘅不公平對待，所以就算佢哋係被欺凌，都唔敢出嚟申訴，求助亦都被拒絕。呢啲就係赤裸裸嘅歧視。但係呢啲案主唔敢出嚟申訴，唔敢出嚟現身呢，反為係被詮釋為香港冇歧視啊，都唔係好多人走出嚟申訴啫。其實如果當我哋主流社會拒絕承認同志被歧視嘅事實，呢個本身
已經係一個好嚴重、好基本嘅問題。而呢個拒絕承認同志受歧視嘅態度，亦都係引致歧視行為係能夠繼續存在嘅原因。主席，我喺11月1號到6號，今年上個禮拜就啱啱過咗，係請香港大學同我做咗一個民意調查。我哋呢係訪問咗1022位香港居民，回應率係有66.8%，相當高、相當理想嘅回應率。就係就香港不同性傾向嘅歧視嘅情況做咗一啲簡短嘅問題。第一就係問大家知唔知道香港有冇法例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免受歧視？個答案係好嚇人嘅，因為居然有31.6% 嘅受訪者呢係以為香港有法例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免受歧視。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解，唔知嘅有21.4%，確認係冇嘅有47%。喺呢度呢，當局同埋平機會真係要做多啲功夫。另外呢，第二條就係問受訪者係覺得香港對不同性傾向人士有冇存在歧視，好清楚。答有嘅係75.8%，四分三，75.8%。覺得冇歧視嘅係16.5%，唔知嘅係7.7%。所以其實呢，好大部分人都知道香港係有歧視嘅情況存在嘅。所以喺呢度呢，我係請大家正視呢個事實。另外呢，就係問受訪者自己有冇歧視不同性傾向嘅人？呢個答案呢，亦都相當嚇人。話自己冇歧視嘅有71.5%，但係有26.9% 嘅人，又係差唔多1/4嘅人，係確認自己係有歧視，對不同性傾向嘅朋友係抱歧視嘅態度。咁最後一條問題呢，就係問應唔應該有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免受歧視嘅法例呢？63.8% 嘅受訪者覺得應該立法，11.4% 嘅受訪者話一半半，14.4% 覺得不應該立法，10.4% 就係唔知或者係難講。最後一條真係最具爭議性啦，就係問受訪者會唔會支持或者反對同性婚姻或者註冊伴侶合法化。32.7% 嘅人係支持，39% 係反對，18.5% 係一半半，9.8% 係唔知，即係咬得緊過而家羅姆尼同埋奧巴馬，係32.7同埋39。但係呢，相對於以前嚟講呢，已經係有一個進步，社會係越嚟越包容，越嚟係越可以接受不同性傾向。咁而主席，我今日提出嚟嘅動議呢，其實只係叫大家就立法作一個諮詢嘅啫，其實係好細嘅一步，係展開諮詢嘅用意呢，就係要推動討論，喺討論嘅過程裏邊呢，向公眾提供更加客觀準確嘅資料，等公眾係可以因理解而消除恐懼，放下排斥。因為我哋睇到最近有啲情況呢，就係有一啲不完整嘅資訊發放咗出嚟，令到大家係好擔心，好擔心立咗法之後係會影響到佢哋嘅言論自由，影響到佢哋嘅宗教自由。於是乎呢，係造成兩個群體之間互不信任。但係呢種社會嘅矛盾係完全不必要嘅。代理主席，我喺選舉期間，我碰到兩個好良善，但係反對不同性傾向嘅選民，兩個都係理性溫和，願意講道理，願意聽我解釋。所以主席，我係確信，只要大家有一個平和、開放、理性討論嘅平台，將各方面嘅資料提咗出嚟，係可以消融到呢種矛盾，令大家更加掌握，因而轉化成可以包容、互相接受。今日嘅動議其實係為和平關愛而提，為消融社會矛盾而提。
其實公義、仁愛、關懷、平等係超越黨派、超越政治。只要大家係正視不同性傾向人士而家確實係被歧視呢個事實，大家有一個意向去傾，我哋就可以透過討論、透過行動去消除呢啲現象。所以主席，我請大家支持我呢個好卑微嘅動議，透過公眾討論去互相了解、互相游說，最後係能夠撫平到社會矛盾嘅傷口，達至和諧。多謝代理主席。